敏锐。你第六感这个还没有到的事情，你会感应的。然后再接着呢，就会有那个五眼六通。我们虽然不追求，可是那个是我们活性的具备的功能作用，它思维无扰我心，就是第六感特别敏锐。你第六感这个还没有到的事情，你会感应的。然后再接着呢，就会有那个五眼六通。我们虽然不追求，可是那个是我们活性的具备的功能作用，它自然有。那我们现在因为被烦恼覆盖，被烦恼都整个盖住了，出不来。这个大用活性的大用出不来。那我们现在把凡尘的心放下，不要了。妄没有的时候真呈现。